頭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昨下晡落一場的大雨，大台北地區災情慘重。那新北市有幾個所在淹水，隔壁縣市桃園龜山居民嘛是叫苦連天。講包括這個華國新村、鳳德新村，這個雨水攏直接灌入去徛家，電器攏泡水，還有工廠的機台損斷，今仔日全面停工，損失至少40-50萬。議員到場發現，這個突然間做大水的原因，竟然是台鐵鐵路地下化的工程排水做了無好勢。現在跑不了蟑螂了啦！禮拜北部落大雨，未少民眾無出門，規氣踮佇咧厝避雨。不過安怎嘛想袂到，水竟然淹入來。拍開門看狀況，原本外口的路已經變做一條溪水，而且水面各攏是管仔甲糞掃，停幾排機車嘛攏總浸佇咧垃圾水。然後我們廚房的那個冰箱啊，還有後面的洗衣機啊，全部都在水裡面。那真的，一時間也不知道怎麼把它搬運。我們能救的電器就趕快救，除濕機啊、電扇啊，然後電線趕快先拔掉，幹嘛？避免小朋友發生意外這樣子。所以這些損失我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找誰賠償。昨禮拜下晡，桃園龜山路大雨，三英路附近的社區華國甲鳳德新村，自雨前雨衫摕兩個水桶來吸水，雨水是緊閣急，無到5分鐘的時間就淹半個臉仔懸，駕駛緊上車離開，機車袂好煞，敢若會當浸佇水裡。因為這邊本來有一個大排啊，水全部出不去的，然後施工我剛剛叫他們去看，後面水溝全部給我堵住了，我現在全面停工啊，所有的人都在處理啊。根據氣象署的數字，昨下晡3點1點鐘的雨水量是26毫米，雖然是大雨，不過過去30年唔捌淹水。這邊有2個水溝，可以直接水過去那邊。自從鐵道來了以後，把這邊的那個縮小了。議員嘛趕到現場，竟然是台鐵的工程施工的排水無做好勢，才致使民體淹水。目前的那個排水縫只有4公分高。那我們其實昨天現場研究，我們只要把排水縫再打開一些，幫助這個排水量的話，應該可以順利解決現場的問題。那豪大雨就不用擔心了。台鐵地下化工程防治和質疑是源頭，負責施工的營造公司到目前攏也未回應。雖然議員趕來協調，不過居民也是真煩惱。時大家己踮佇咧厝的，若落雨就心驚驚。